協青慈善奶茶拉力賽係協青社1年1度嘅大型籌款活動，籌得嘅善款將會用作發展青少年服務。今年奶茶拉力賽將會喺2008年11月9日喺協青社賽馬會大樓舉行。奶茶拉力賽玩法好簡單，參加者需要喺指定嘅時間裏邊，透過玩唔同嘅鬥智鬥力嘅遊戲，上樓下水，務求盡快集齊糖、奶、茶、水4個物資，去完成一杯奶茶。砌到最多杯嘅奶茶，咁就為之贏㗎啦。2008年，你可以喺協青社沖一杯有味嘅奶茶，冇錯，係一杯有味嘅奶茶，仲有2種味道添。一種味係團體味，要成功完成一杯奶茶，參賽者必須要具備5項元素，佢哋係策略運用、團隊合作、領導才能、體力同埋運氣，頭3樣係缺一不可㗎。另一個就係人情味，幫助年輕人遠離不良分子，建立自信、自尊同埋應付困難嘅能力，就係協青社嘅使命，亦都係奶茶拉力賽另一種味道嘅所在。過去幾屆奶茶拉力賽嘅大部分嘅表演項目都係由我哋嘅年輕人一手包辦㗎，好似由舞獅、由繩下降、街舞表演、塗鴉等等，都能夠令到在場嘅觀眾留下一個非常深刻嘅印象。睇到佢哋嘅落力演出同埋佢哋嘅成長，就知道你哋嘅參與絕對係值得嘅。喺2007年，我哋一共邀請到24隊來自不同行業嘅公司組隊參與。一如以往，我哋除咗設立有冠、亞、季、電為賽賽杯，籌得最高善款參賽隊伍同埋最佳士氣表現團隊獎之外，特別設立咗金融服務業杯、工商杯同埋超霸杯、傑出社團杯。睇到佢哋贏咗比賽嗰份喜悅同埋做咗善事嘅開心片段，係咪好有衝動想立即報名參與比賽呢？仲等啲咩啊？快啲登入呢個網址，又或者打25130026同我哋嘅職員報名啦！給予年青人支持，由拉茶開始。2008年11月9號，協青慈善奶茶拉力賽約定你啦！